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7，诗篇40篇1节安尼讲：我耐心听候上主，伊有爱耳孔，听我的哀求。三甲来祈祷，听阮哀求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所讲真实无假，所做信实公义，所行慈悲疼痛的真神上帝。你对未创造的大生，就对阮有计划甲安排。你伫阮未形成，还未出舞台，就已经认捌阮，知影阮。主啊，阮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心思意念，你对远远就知阮所有的一切，因为你是听阮的天父。主啊，当黑暗要砍目阮，当苦痛要围困阮，当患难要逼活阮，当阮看无头前的路的时，主啊，阮要出声向你哀求。主啊，阮要耐心听候你。你有爱耳孔，听阮的哀求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